Hi，我係堅叔，歡迎返到癌友茶記，入嚟坐低斟杯茶先。今日堅叔同你慢慢傾。有啲癌友唔係好明，點解隔離病房嗰個一確診就做手術，我就要先化療？係咪我嚴重啲？係咪醫生唔想幫我做先？堅叔明白，等治療嗰種心情真係似等派彩咁心急。但癌症治療唔係排隊買飯，唔係人人都同一個流程。有啲人做手術先，因為腫瘤位置清楚，可以直接切走。例如某啲早期癌症，醫生覺得手術可以處理，就可能先開刀。有啲人先做化療或者其他藥物治療，可能係想將腫瘤縮細啲，令之後手術容易啲。呢個有時叫術前治療，聽落好似拖住先，但其實有時係策略，又有啲情況。癌細胞已經唔止一個位置，單靠手術未必夠。咁醫生就可能先用全身性治療，例如化療、標靶、免疫治療，去控制整體情況。所以見到人哋先開刀，唔代表你差啲；見到自己先化療，亦都唔代表冇希望。每個癌症都要睇癌嘅種類、期數、位置、基因報告、身體狀態，仲有治療目標。癌症治療唔係鬥快起步，係要揀啱條路。如果你唔明點解自己喺呢個流程，可以直接問醫生：我而家呢一步嘅目的係咩？問清楚，你個心會定好多。想堅叔繼續同你拆治療流程，記得訂閱癌友茶記。我係堅叔，下次見。